台南市学校午餐透过学校营养师加逻辑赛严格把关午餐的菜单品质，确保学生食甲营养、健康又个美味。学校午餐团队对比赛伫今年迈入第7届，除了专业团队比赛以外，再创学校午餐亲子料理比赛，希望亲子家庭共同发挥创意，设计出充满美学以及营养满分的餐点。希望大家都可以来参加我们料理调色盘的厨艺竞赛。那我们的报名日期呢是10月1号到12月12号。那我们这边呢，其实会欢迎邀请亲子组的部分是从国小的3年级到国中，我们都就是欢迎，就是爸爸妈妈可以带着小朋友一起来参加我们亲子组的比赛。那希望大家可以从这个料理调色盘的竞赛里面，让我们的厨艺呢更加的精进，也提供给学校更多的菜单和菜色。教育局办理亲子料理比赛，除了会当让亲子家庭展现美味创意，更为因加添了幸福时光。伫去年得到亲子组铜牌家长陈玉元笑讲，其实这场比赛是家己经常参加，因为过程中甲囡仔做伙创作，让伊非常的欢喜。其实是我自己比较想要参加了，就想说给自己做一个简单的挑战。那参加完之后，我觉得其实过程真的跟自己的小朋友在一起非常的愉快，然后他也跟我一直想说我们要怎么去创造我们今天不一样的这个餐点，而且重点，因为他现在是小学，当时是小学5年级，今年6年级，我们要做出来真的让小朋友想要吃的料理，所以我们一起激发很多的想法。料理调色盘亲子料理比赛，金牌奖金有8000块，银牌有5000块，铜牌3000块。比赛为即马开始开放报名，报名截止时间是12月12号，结果将伫咧明年1月公布。市府教育局欢迎有料理魂的亲子家庭踊跃投稿参加。台南新闻张世伟采访报道。